面有，这是 metal，这个上面有松香，对，是白。Yeah, this is also spike fiddle. Yeah, spike fiddle, yeah. Same. 老师，这这是个一致，就是说他们形制这个上其实 string 相似。是怎么是用什么做的？ metal 这个吗？钢琴啊，这个弓字还是弦？不，这个线弦是钢。是钢的 metal 的。哦，那你差不多慢慢的转。我们是那个用那个马的马尾一样的，这这也是马的尾巴。这个是马尾，这个是马尾一样的，对。两个都是马尾。他们这两个这个也是马尾。